究竟租屋好啊，定係買樓好呢？如果有人話俾你聽，梗係租屋好啦，咁啊恭喜晒你，咁你就嘥咗幾分鐘聽佢講嘢啦。大家都知樓市嘅波動變化就係所謂嘅升升跌跌，幾乎都係全國統一同時受影響嘅。但係唔同嘅城市，甚至乎係唔同嘅鎮區，樓價嘅情況係完全唔一樣嘅。今日我就以香港、中山同深圳3個地方逐一同你分析。如果你係香港生活，而且係一個有錢人，咁你就好嗱聲買樓啦。相信喺香港未來個樓市都唔會有太大嘅跌幅。簡單嚟講啦，就算係租出去個租金回報率都會好高。所以喺香港買樓，無論係投資或者自住，起碼都唔會蝕或者蝕太多。但係如果你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打工族，咁我認為租屋就更加適合你啦。甚至可能你根本就冇得揀，1萬幾到2萬一尺嘅價錢，首付都已經係一筆巨款，供樓極有可能係要供足一世嘅。而且仲未計印花稅啦、律師費啦、中介費等等。而深圳嘅房價呢，從5萬到10萬蚊1平方米不等，同樣都係有錢人咪任掃貨咯。最好仲要買喺核心地段喎，因為房價越高就越保值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打工族，咁就可以考慮買喺深圳嗰啲邊皮位置啦。但係事實上，無論係出行或者居住等等，都會受到一定嘅限制嘅。但係如果買喺核心區，同樣唔建議，極有可能一世就做供樓一族。咁如果喺中山咯，我就建議大家無論如何都要買返一套屬於自己嘅屋。相對於比香港、深圳、中山樓市嘅平均價，只不過係萬零蚊，每個月幾千蚊租屋，不如用幾千蚊嚟月供啦。就算係3厘息，都好過租屋幫房東打工啦。而且相信有唔少人買屋係為咗以後老有所歸，我同樣好認同。所以我一直都勸大家，退休之後不如嚟中山生活啦。養老需求輕鬆解決，生活需求應有盡有啊，仲可以超高性價比嚟買一套屬於自己嘅屋，簡直就係人生贏家。所以點解越嚟越多香港人選擇退休之後北上生活？呢個就係最好嘅答案啦。後生努力賺錢，退休盡情享受。